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0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同庆逝死亡，伊今仔日晚到是会举办丧礼，也毋过敢若亲戚朋友参加。咱副总统赖清德昨昏嘛飞去日本，地主日本代表谢中廷陪同之下，去东京安倍官舍对此哀悼。这嘛是咱台湾甲日本对1977年断交50年以来，伫立定会了后，咱台湾去日本上届高层的现任官员。副总统赖清德甲驻日本代表谢中廷10月做阵行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官舍。总统府正低调发出声明，讲赖副总统甲安倍前首相两个人是多年的好朋友，也感念安倍对台日关系重大贡献，心内真唔甘。蔡英文总统做出这一个决定，非常的有智慧，也非常有远见。除了表示对安倍的敬意之外，更重要我们在外交上进行了一些突破。那就我知道，赖副总统呢是今天临时取消所有的行程。然后直接前往东京。日本媒体报道，赖清德取消10月早起行程，就是原本要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行礼。日本媒体正注意，照着新闻讲，赖清德可能是后一届总统候选人。NHK 是讲，台湾现任副总统访问日本正特别。那我国已经透过适当的管道向日方来表示我方深切的悼念。我国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都已经在今天7月10号的上午前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来致意，表达我方的追思。外交部目前没有其他的讯息可以提供给媒体，我们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赖清德访问日本，也是台日双方自1972年断交50年来，伫咧立定会了后，台湾到日本上关层级的现任官员。安倍告别式伫咧12举行，又也看守安倍昭惠等的丧子遗体伫咧11下昼运到东京的真相寺举行守灵仪式。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今仔日要举办丧礼，咱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嘛拢有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哀悼。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有去。访问着讲，国民党内有人反对蔡政府降半旗，问伊的看法。伊讲，伊相信大家拢会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安倍的追思甲感谢。总统蔡英文11去日台交流协会献花行礼，悼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亲身伫老话房仔顶悬写讲：台湾永远的好朋友，感谢你对台日友谊，也有世界民主、自由、人权甲和平的贡献。安倍顶一日不幸逢庆节过往，伊嘛表达出伊心内唔甘。感谢安倍前首相对台湾台日关系的贡献，正如同他所弹奏的歌曲《花正在开》，我们一起继续努力，让更多的台日合作开花结果。安倍晋三过往，未少政要不分党派，拢亲身去悼念。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有特别去表达敬意，也佮讲安倍嘛是国民党的好朋友。不过这个下半旗好像有张亚中还有其他支持国民党人认为说不太恰当，那您认为是支持的吗？相信国人不管透过各种方式，都是希望表达对安倍前首相的追思跟感谢。安倍晋三安尼行去，真侪台湾的民众嘛感觉真艰苦，甲真唔甘。为各地内民众嘛伫协会外口留话，写出因对安倍的追思甲感谢。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昨暗去参加食饭会时，雄是身体起一病，坐伫边仔个市长郭文哲研判讲应该是中风，遂赶紧叫救护车送病院动手术，目前是住院观察。病院嘛按算伫早起11点的时会出面说明。就在吃饭的时候，他坐我旁边嘛，就突然就倒过来，就倒下来了。台北市长郭文哲面色正沉重，赶来病院了解副市长蔡炳坤手术后的情形。11暗两个人参加私人的聚会，蔡炳坤突然间规个人倒落去，郭文哲随讲爱送病院。反正我第一瞬间我就知道是中风了，所以反正就联络救护车就送来，所以时间上是没有 delay 的。希望早起蔡炳坤人也阁好好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悼念安倍晋三。
到暗时所发生，敢若是指挥性脑中风的情形。台北市府发声明讲，蔡炳坤是暗时7:20左右感到身体无爽快，郭文德看了讲爱随送病院。7:49，救护车给送到仁爱病院检查，随动手术。到院的时候意识不清，那我们紧急做了电脑断层之后，有手术的需求，就随后就随即做完相关检查以后，就送入开刀房来做手术。郭文德讲，开刀算了，也该休困一案观察。今仔日早起，才由医疗小组对我说明。有医生建议民众会当用离手、压手、讲离好这3种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是不是中风。若是笑的时阵面无正、嘴歪歪；压手的时阵有一边无力，或者是讲话袂清楚，拢爱随叫救护车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同款增强，所以天气同款真烧热。气象局有针对8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花莲唱歌中昼有可能会升悬到38度，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各地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早起中部以北沿海会落雨，过到嘉义山区拢嘛会落雷公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的高温大约是33度至35度。气象局早起有针对湘北、花莲、高雄8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高温会伫36度以上。其中花莲唱歌中昼有可能会升悬到38度。民众主讲有要出门，就要做好早日，嘛爱会记得加啉水。另外，拜3到拜4受南平分下影响，水汽有较济。中南部山区拢雨水会较高，过到落西北雨的范围嘛变较宽。今仔日是大学指定考试分科测验的第2天，换社会科的学生要考历史、地理、公民甲社会。即届计共有29000外的考生报考，受疫情影响，即届嘛有开放互轻症，也有无镜头的考生会当去考试，因拢安排伫独立的市场考试。分科测验头一届改做无考国文、英文甲数学1，头一天是考物理、化学、数学家，还有生物。除了数学家，有部分相关学群社会组的考生来考试，其他的全部拢是自然组的考生。这个姓魏的同学想要变兽医系，不过咧读数学1的时阵，感觉较抓无方向。是因为比较不知道要怎么去复习。大红有客停车到独立的居家照护考场，分科测验开放予无症状甲轻症的考生来考试。原本11早起6点的统计，全国有143个人。后来考分区通报，有考生家己做快筛阳性，另外嘛有考生因为亲人确诊，就要伫咧隔离的市场考试。那这2位考生呢，我们就移到该县市的居家照护考分区。有一位考生，因为离考试的时间比较近，那也很感谢辖区警方协助，用警车协助开道。大考中心强调讲，今年的防疫甲应过无共款，各地考分区通报的速度无共款，袂少数据接续拢爱阁更新。头一天这4科已经考了啊，7月12日也就是第2天是考历史、地理，也有公民，全部拢是社会组的科目。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主计总处公布，今年1月份至5月份，劳工平均一个月月给是44252块，年增率是2.83%。也毋过总共扣掉不计起钱变薄，颠倒是减0.2%，这是连续2个月拢是负成长。这嘛代表讲，就算劳工有加薪水嘛无较赚，因为钱互通货膨胀食了了。主计总处也伫10月公布上新薪水统计，今年1到5月全体受雇员工正常性薪水平均44252块，年增2.83%。不过，通膨抵消薪水成长，今年前5月实际经常性薪水是41514块，年减0.2%，已经连续2个月负成长。再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我们的物价都超过3以上的水准。好像年变动的部分、实质经常性薪资的部分，这3个月都呈现一个减少的一个情况。事实上，伫疫情慢慢等候之下，真侪厂商开始抢人才。目前伫人力银行有102.4万个工作机会，创历史新高。2021年10大高新产业当中，电子制造业以平均一个月5.7万是第一，半导体业甲投资理财业分别是55000、51000，是第2、第3名，第4、第5名是 AI 纺织制品制造业、软体甲网络业，前5名产业平均一个月薪水有5万以上。
但是整体产业来讲，几乎所有的行业跟产业别或职务类别都是缺工的。人力银行也建议，伫台湾慢慢走向国际化的同时，找头路人应该趁少年时阵去扩大家己的学习领域，有第二专长、有成长的心态，才能伫这个当中有更较大的出路。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联合国发布报告，预测讲到今年年底，全世界人口会达到80亿，印度的人口会超过14亿。明年印度的人口就会超过中国，加做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来关心自由时报，为着要提升食品安全，卫福部是宣布讲，未来对国外进口的肉品、肉酱这罐头，拢爱加当地政府官方的证明。这项规定会分2阶段来实施。第一阶段肉品大升，10月份会实施；第二阶段是肉品罐头，明年7月份实施。总共文件无老实，上悬会罚300万。来看联合报，昨昏日票换新台票落0.218，是创下25年来新低。主要是因为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伫参议院的选举选赢，市场即马是认为讲，这嘛代表日本民众支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银行总裁是提出警示，讲日本的经济未来有高度的无确定性。另外，咱台北股市最近起落的幅度真大，国安基金昨昏开会决定暂时无要护盘。做伙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的本土病例新增加19051例，死亡人数有96例。虽然本土病例已经降到2万例以下，不过咱国内昨昏是阁出现2个 BA.5的本土病例，这是2个屏东的民众去桃园机场接机，互转来咱台湾的囡仔话着。国内疫情有慢慢下降的趋势，过69天了后，春万外人7月11增加19051例确诊个案，其中新北市3000多例，台中、桃园、高雄各2000多例，台北市1700多例。中重症增加172例，确诊个案当中增加96人死亡。死亡个案当中有2名75岁男性，其中1名死亡个案的家属表示，个案捌伫6月快筛阳性无通报，7月初7日出来被发现无喘气心跳。经过抢救之后，急救之后仍然是不幸过世哈。那死因的话是研判为自发性的脑出血合并多重器官衰竭哈。另外也有这个6月份曾经确诊过新冠的一个诊断。指挥中心有宣布，国内个Omicron亚型变异株 BA.5 本土个案出现，是一对翁某伫6月24到桃园机场，才为法国转来台湾的囡仔，3人共车为机场转去屏东。这转来台湾的个案全程挂 NQ5催暗，暗过中途有摕来啉水，要开车窗。个案伫25确诊，这对翁某伫2天后也确诊。指标个案在6月25号。接获确诊通知，父母列为居家隔离。在6月27号快筛阳性确诊，后续基因定序结果同为 BA.5。指挥中心提醒，目前国内有4名 BA.5 本土个案，研判拢是伫接触时感染可能较悬，所以接触入境亲友的时阵，爱挂手笼喙安，上车进前爱针对等台湾的人手骹底行李消毒，伫车内唔通食物件、啉水，开窗门保持通风，接触完成也要对车内外做消毒。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讲甲真侪人保防疫保单，彰化即马是发生头一件诈领防疫保单理赔案件。有一个做保险的查甫人去假造确诊的隔离通知书，替家己的亲戚朋友向2间保险公司骗到64万。疫情拖烧3年，即马豆豆降温。不过，彰化县所查到头一个诈领防疫险确诊理赔金的案件，一个姓杨的保险业务员，为去年5月份开始，为做彰化县卫生局隔离通知书，还佫去捡卫生局防疫专用的椅仔，向2间保险公司诈领12万确诊的理赔金，还佫协助同事甲亲戚朋友等5个人去领。姓杨的保险员，还佫抽1万至4万不等的 commission。有其他做共道的人讲，规则隔离通知书实在是毋捌听过，目前敢若会当要求客户爱附政府团的确诊简讯来做证明。可以伪造，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状况。公司来讲，它就是不单单只需要隔离通知书，我们还需要附上政府机关发送的简讯，所以一定要附上。彰化地检署11侦查终结，因为姓杨的保险员甲等这6个人并无前科，
事后嘛有承认犯案的行为，而且已经甲诈领的保险理赔金还予被害两间保险公司，所以以诈欺、甲刑事伪造公文书等等的罪嫌，原起诉处分。原起诉的期间拢是1年，不过爱纳付公库6万至20万不等原起诉的处分金。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7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19131例，目前咱台湾即阵的总病例数已经超过410万例，日本已经超过974万例。韩国是超过18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9000万例，印度是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是超过3200万例。台关心日本的众议院针对国会暴动这个案进行调查，即马是调查出真侪对川普不利的歹代。也毋过美国媒体即马是表示，川普有可能阁要出来选总统，只是讲介共党的共和党内，亲像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也阁有前驻联合国的大使海利，嘛拢有想要出来选总统。The president reached up towards the front of the vehicle to grab at the steering wheel. Mr. Engel grabbed his arm, said, "Sir, you need to take your hand off the steering wheel." 前北京幕僚进前伫众院针对国会暴动调查的听证会，公布川普真侪震撼的行为，包括想要家己控制韩道路，和总统的车转往国会山庄，加入暴动的行列。连伊的前主要测试班农也要前往作证。为了改变听证会对伊造成不利的情势，川普有可能出奇招。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川普甲幕僚讲，伊暗算家己伫社群媒体宣布参选。所属的团队已经开始准备，上紧7月公开消息。其他美国媒体也评估川普宣布参选的时间点应该伫这个热天。She's loyal. She loves the state. She will be a true warrior for your state and for the country. Sarah Palin. 随上川普早就利用机动选举展开热身，找到伊去阿拉斯加为要参选副总统，即届竞选众议员的皮林徛台。Sir, we need you back. 4 more years. 4 more years. 目前川普支持的13位参议员候选人全部得到共和党的提名，显示川普伫共和党内也是有相当的实力。不过部分党内人士认为，川普一旦提早宣布要竞选2024，就会转移机动选战的焦点，和民主党改当作是对川普的一场公道。希望伊考虑伫机动选后才宣布。虽然川普已经传好伫等啊，不过共和党内因为竞选的也有真侪人，包括着前国务卿蓬佩奥、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众议员利兹前年拢有可能参选。另外，前副总统潘斯甲今年43岁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也互人当作是热门的人选。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全世界上界好价的好价人，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伊原本讲要买推特，也毋过买也阁救起。伊顶礼拜五是讲，因为推特有真侪假口做，也阁有其他的问题，所以伊要停止这项比金440亿的买卖。即马推特是拍算要提出告诉，要求马斯克爱照骗照行。全球上好价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受过社会媒体推特交易案来回几个月了后宣告破局。马斯克特别表示，因为推特违反合并协议内底真侪条款，包含本造效和甲解雇部分员工等，要停止用440亿美金，差不多1.3兆新台币计算受过推特交易。推特估计7月半后交易大了将近6%。马斯克4月甲推特达成协议，因为讲54.2美金的计算受过推特，暗过无偌久。伊表示，伫确认推特计算和比例进程暂时未去收买，了就一直有风声传出来，双方交易要破局，一直到7月。马斯克决定停止交易，也正式风声。推特表示，未互马斯克支付10亿美金的违约金都无代志，已经请律师提告，要互马斯克履行协议。He thinks the bots are more than 5%, as Twitter has disclosed in its SEC filings. And that, as a result, he says, constitutes a material adverse event. That would be a thing it's a
a condition that would permit him to walk away from the transaction without paying a fee. 马斯克的讲法是，推特靠广告用户为生，那减少货比例超过5%，对营运不利。美国法律专家指出，马斯克要证明本首相好问题，大家爱终止交易并不简单，加上拍官司爱真长时间，双方最后可能和解。另外一可能是马斯克是假动作，目的是要低价交易继续。无论如何，这个收购案未因为马斯克一句话无要买就简单结束。公司新闻徐婉明报道。来关心第40个国家有上亿个使用者的 Uber， 即马有几60间媒体是做伙发表一项联合调查，讲 Uber 要扩大市场的时候，去甲政府官员直接要求爱放零法规，甚至佫妨碍调查，这行为可能拢已经违法。由英国《卫报》甲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下卡数10间媒体联合调查结果显示，Uber 为2009年成立了后，为快速扩张全球版图，一个优势各国政要甲媒体好业人。促使改变劳动法保障，放零对司机的背景调查，规避出租车业者必须爱护的营运执照等管理规范，创造对家己上有利的条件。Uber 用无公平竞争要占市场，互全球各地，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正规计程车司机真不满。2016年，捌引起连串激烈抗争。Uber 共同创办人兼迄时阵执行长卡拉尼克反对利用 Uber 司机，遭到暴力反弹，争取社会支持，甚至对员工表示获得保证成功。这份被叫做邮报档案的黑历史资料，是由英国《卫报》先提到了后，到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共享，加上法国《世界报》、华盛顿邮报等数10间媒体联合调查，从2013年到2017年之间，12万4000份 Uber 内部文件慢慢调查，非法竞争、不实司机、避税手段甲政商关系全部曝光。华盛顿邮报报道，法国2014到2016年之间的经济部长，也就是现任总统马克宏，大力支持国家发展新创，伊甲卡拉尼克见面有4摆，不鼓励监管机关伫解释公司营运规则时阵，唔通太过保守。催生对 Uber 有利的法规，立场甚至甲左派政府出现矛盾冲突。这份联合调查报道一出来，也引起左派政治人物的愤怒。调查佫发现 ，Uber 利用技术优势，躲避监管调查。马湾古切顿荷兰阿姆斯特丹办事处对 Uber 内部系统敦促权，躲避突击调查。安尼违法的情形，至少6摆发生伫 Uber 分公司的办公室。卡拉尼克本人2016年因为真怀作风假，性骚扰者争议落台。伊发言人无承认这份调查报告相关指控。Uber 公司是切割卡拉尼克，无否认过去错误，暗过强调，即卖 Uber 已经改头换面是新的公司。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首相强森已经宣布伊要落台啊！啊，若新首相按算9月初5会出来。保守党内即马有11个人表态想要参选，也毋过强森讲伊无要表态讲伊支持谁。美国摕掉囡仔的权利已经互撤销，引起争议。拜登政府即马有出招，提出签行政命令，要求病院必须替生命有危险的富人人打胎。来关心美国亚太总统康达要去日本访问，爱到安倍晋三，卖甲日本重要官员见面。互美国甲日本的关系搁较歹。镜头甲等下，咱过来关心年底9合一的选举。台北市长的选战，即马民进党已经决定要派卫福部长陈时中出来参选。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立委蒋万安是批评陈时中落跑，无顾防疫，干那顾参选，无负责任。啊，那民进党的主席郭文哲嘛批评陈时中为着选举，无顾国家安全。关社发动选差一气氛，特别接受民进党强调，参选台北市长的卫福部长陈时中将做全场焦点。民进党台北市党部11举行主会中，当一个就职典礼，陈时中受邀参加，除了为参选市议员的党员造势，也优待家己声势。到政务官的体系里面是自由业，任务到了我们就接下来，任务完成我们就离开。那至于其他人自己有自己的任期。那到底有没有稍微绕跑？我想要把它想清楚。那我是没有这个问题。
不过那也继续质疑陈时中是老炮部长，为参选市长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批评陈时中的时光参选是完全下架。他选择的并不是坚守岗位对抗疫情，反而是落跑去参选台北市长。我想这是非常荒谬，也非常的讽刺。我想这不是扛着，这是完全卸责。应该是说谁要接都安排好才让他出来选，你不能说让他出来选，然后开始请假干什么？那到底谁要负责？这个实在是不可以为了选举置国家安危不顾了。支持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争取市长大会的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宪也大力批评陈时中时光参选，对陈市长参选。黄珊珊透过面册第一摆回应，强调拿着落马执政过的台北市，所以邀请陈市长甲蒋万安参观台北市城市博览会，看台北市这几年进步，了解台北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那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昨晚宣布，会派无分区的立委高虹安代表民众党去选新竹市长。那林志坚伊要选桃园，伊讲伊今仔日就甲户口刷去桃园，甲国民党的参选人张善政拼一个输赢。带无分区立委高虹安作为出席记者会，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昨日下晡宣布，要派高虹安选家己的家乡新竹市，对战民进党的沈慧虹甲国民党的林经仁，这原是民众党伫县市首长选举所推选的第3位参选人。我要非常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台湾的科技首都、台湾科技产业的火车头新竹这个城市，它的最佳市长的人选就是高虹安。郭文哲希望未来新竹市长会当跳开传统包袱啊，高虹安的参选也代表新竹市长选战又会形成哪力北三卡都，同款也是哪力北三卡都的同市。原新竹市长林志坚会伫12迁户口去桃园，代表民进党赢战国民党的张善政，也甲民众党的赖香玲，只是3个参选人拢也未正式交战。桃园市长郑文灿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都成对呛。如果输了他可能主席就不一定能够做下去。对呀。可是我觉得选民不会因为想让朱立伦当主席，因而投张善政。郑文灿分析同新竹本来就是有活，林志坚选赢机会真大，所以伊辅选的重点是整合桃园甲新竹。朱立伦靠说郑文灿对我讲有执政优势的新北市长好友义无遐尼强，伊家己是不是刚来选？民进党根本大家都不敢来选新北，那今天郑市长好不容易硬推了林佳龙，也不用这样讲，他自己敢不敢来选新北？高雄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郭志温也密集展开布局，也过70甲真侪个南营民意代表去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厝内早餐会后，团队的人事架构正拄确定，隔天郭志温宣布确诊。我快筛的结果是阴性，他觉得说，那他觉得还很欣慰说，我们没有受影响。卫生局已经启动我们的居家照护的系统，祝福他早日康复。接受定调了后，开始走基层的郭志温，即卖因为确诊必须隔离，但伊嘛阁一直强调以市政甲防疫优先，减讲选举。高雄选情恐惊会点静一段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休抓日本就是旅游的大月，加上交通部过来旅游的补助，这个方案7月15日要起过。本地热天较无人爱去关仔岭温泉区，也毋过即马订房率有增加3-4成。那台南到澎湖的交通船，即马去拆船票的人嘛变多，逐工拢有100多人左右，嘛带动渔港的经济。台南关仔岭乌石温泉是真出名，最近因为疫情转好，加上又有国民旅游补助方案都要实施，有的温泉饭店这几天接到不少订房的电话。也蛮高的，都在询问说我们的补助是怎么使用啊，然后之类的这样子。目前大概是3成，将近4成。假日顶多会稳到1成而已吧。后来当然趁这一波带来一波人潮。对啊。有业者讲，游客回流的情形还阁长期观察。虽然即马是热人，原本就是温泉业的小月，不过真正受到疫情的影响，关仔岭的订房率剩无1成。最近国民旅游补助的刺激之下，意外一直来真侪订房的电话，在地卖点心的贩啊，嘛有感觉即马人客有较侪。对啊，就会有一些观光的消费嘛。
疫情渐渐啊转好，民众出门佚佗的意愿大大增加。毋但山区有受惠，海线的将军渔港一礼拜5天往回平湖7米，甲南方四岛的南沙公路，这阵的游客嘛愈来愈多。这几天已经有酝酿那个气氛了，所以整个渔港的人潮的活络度比以往来的倍增蛮多的。这个航道，互咱个旅游当来一条试看卖。游客为将军渔港出发，坐70分钟的船就会当到平湖东结束。落船了后，坐乌托邦踅踅咧，欣赏离岛的风景。尾仔嘛，就会当来将军渔港，完成一天的跳岛旅游。即马疫情撤落，嘛带动一波国内旅游的风潮。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屏东小琉球有业者甲耍水的细只船啊，即马拢停伫渔港、港喙甲海墘啊，这是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因为因讲最近这是石鼓彰化生卵的时阵，停喺遮就冻路。屏东县政府接到通报了后，已经派人赶紧要求业者甲这物件刷走，若唔违规，爱罚3万块。海墘啊，耍水咧用的独木舟甲 SUP 头壳悬悬，直接顶伫咧沙坡顶悬。驶来海边的货车，车顶嘛是载真侪耍水的游乐设施。疫情转好了后，屏东小琉球有真侪游客到地，观光业者拢真欢喜。毋过当地民众煞是怨叹讲，海沙坡拢互占甲甜甜，囡仔连耍水或者是耍沙的所在都无。有些当然就是为了方便，就是说因为搬上来搬下去很累，对，所以他们就会想说，隔天可能还有一大堆人要用到，所以就先放在那边，等到隔天那团结束之后，我们才会再把全部再收回来这样子。叶热是耍水的大月，伫咧海面个独木舟也是 SUP， 拢互人心情开阔。毋过因为游客伤济，有一寡业者为着家己方便，毋但引发在地人不满，嘛互人烦恼讲，即摆5月到10月拄好是海龟生卵的季节，但是沙坡拢互海上的设备甲游客占了，可能会影响海龟生卵。要求业者在那个5点过后，必须把所有的沙滩上的物品全部净空。那如果没有清空者，我们将依渔港法来开罚3万元以上到15万元以下的罚款。海渔所接到通报了后，车站中昼赶紧派人来看道，嘛要求业者爱伫暗时进前全部刷走。毋过11早起伫咧高石沙坡路边，也是有看到袂少独木舟即款设备。官府表示会继续执法，嘛呼吁业者莫阁占用海沙坡，互民众有安全耍水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南投。南投民间有一个少年农民，号做张玉胜，伊转去处理换厝内做茶事业。才短4冬的时间，伊就摕到2届台湾好茶特等奖，嘛，互在地茶米产业拼出好名声。即马有愈来愈侪少年人愿意转到故乡，斗换传统的家业。伫南投民间，就有一个青年农民张玉胜，返乡对老爸学做茶挽茶，才短4年的时间，就摕到2届台湾好茶特等奖。无论是金鲜也是乌龙，拢甲因独有的茶芳发挥甲真好。得这一次乌龙的特等奖，那因为民间乡农会喝的茶露，它是比较轻的，比较清火的。所以我们主要在焙火的时候是依照它的干燥度，然后可以越干燥，然后让茶汤越甜越好。原本伫台北做媒体摄影张玉胜，因为景气歹，接案就来看运气，拄好厝内做茶欠人手，受了决心要拍掉定链，等到故乡学做茶，对基础开始学到即马，有才调通管理规块茶园。我之前是在做多媒体相关的产业，就是摄影，不过我是接案类型的，但是那个时候台北不好接案子，然后自己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想说那家里还需要帮忙，那我就先回来家里帮忙。我是从制茶的这个环节开始学，然后学了大概2-3年之后，这1年多才开始去学习茶叶茶园的那些管理。做茶敢通做规年把，看天食饭唔敢保证。张玉胜嘛讲，希望未来会当继续开发出无共做茶技术，互产量更较稳定，互茶芳愈纯愈回甘，为故乡茶产拼创新，行出更较畅快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屏东东港有一个石头的收藏家，伊号做张国豪。伊收藏上界特别的就是美式系列。张国豪上石头摆出罗迪卡、乌骨鸡，甚至阁有日本料理白龟岛，看起来袂输真的同款。带乡亲咱做伙来看。看龟岛顶的山珍海味，毋但有鱼肉、卡扣、乌骨鸡，阁有狗孔甲鹅仔。
遮济青草的好料，真足甲看是用石头摆出来的，这拢是石头手作家张国和的作品。种类太多了，大大小小，什么颜色都有。那我就想办法把它煮成可以吃的东西。我有煮了满汉大餐，还有怀石料理，还有很多是水果类的，我就把它分类。收藏家张国和自退休了后，注心咧收集石头，伊甚至佮甲石头分类，有的石头生甲亲像点心，有的亲像芳，佮有一寡甲水果介烧成，用盘啊、碗啊甲缀起来，就真做无共国家的料理。那我玩雅时真的非常高兴。你要分类，一定要石头要很多哦，像面包类，还有广东小吃、冰品类、水果类。礼盒类我都分了很细啦，形状不同，颜色不同，装起来才会好像看起来很好吃。张国和表示，收集一寡特别的石头，伊感觉真欢喜。最近这几冬，伊嘛定定互邀请去各地头办展览，伊希望会当创作愈侪作品，互大家了解石头的艺术。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来去台南，台南市伫这个月举办台语月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台语有够香，有台语的囡仔歌、台语词啊，也有户外电影院，而且伫台南嘛有真侪台语友善店头。文化局是表示讲，希望要互民众感受到即马讲台语上时行。轻快趣味的囡仔歌，这是台语歌手詹立兴的创作。除了要鼓励学生囡仔写台语歌，即马来台南一寡酒吧，每礼拜拢会当听到真侪台语流行音乐。拍算是拜三，拜三的时阵，阮的伊个的时阵就是会放。规工拢会放台语歌，真有足侪少年人拢唱台语歌，拢唱啊足好的，系啊，所以讲我感觉足适合伫阮酒吧遮放。台南台语月活动14日开始，今年的主题是台语有够香。活动除了有台语电影、有台语词啊通写，为着要鼓励台语创作，阁有台语囡仔歌教歌比赛。过去咱有足侪童谣吼，囡仔教囡仔唱童谣即个物件。今年咱特别希望讲咱的高中生会当去改编咱的歌童谣由少年人改编了用较无共款的曲调来唱出因对台语的即个感受。叶德山表示，即马25岁少年人会晓讲台语的，敢若剩2成。文化局希望规划这一个月的文活动，串联一寡台语友善店头，民众会当摕地图来台南，哪算哪讲台语。记者陈嘉文、刘伟做台南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台北市大东区有一个建筑物。旧年过年了后，就已经拆掉啊。也毋过即马有附近的居民是发现讲，因家己的厝内是出现壁损，那亲像是工程的影响，甚至厝阁歪去。因全向议员甲台北市政府申请，冒去申请土木鉴定。即马因是5万建商爱暂时停工。伊就为遮开始入病哦，壁盖遐边有一个伤口。陈先生向媒体表示，住60年的厝，可能受到隔壁建案的影响，工地为过年后开始拆厝，结果伊的厝内外嘛对咧出现一寡壁损。这个月开始愈严重，甚至有厝边的厝可能有淡薄仔歪斜，玻璃球放伫涂骹，阁会震动。我是惊讲，你目前安尼是还阁还好，你也开始恶落咧。咱安尼歪阁坚持啊煞，我讲厝歹拄啊好啦，拆起来总去。这我们公班比较不礼貌，跟您道歉。讲这是什么话？附近总共18间真家厝，居民烦恼徛紧受到建案工程影响。第6月17向台北市土木技术工会申请鉴定，台北市政府建议建商伫报告出来进前暂停施工。从今天来现场勘查来讲，住户对这个建筑的损害已经有达到没办法认为说可以接受说工地在施工的这个状况，是不是工地应该跟住户了解一下？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是不是建议工地先暂停停下一下？那我们目前工地施作的是导沟，我们有承诺不开挖，要等临房鉴定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才会去做连续的工程。建商表示，目前工程阶段结束了后，就会暂停施工，等待鉴定结果出来了后，再决定接下来的施工计划。估计上无爱过半个月的时间，鉴定相关费用因来负责，嘛会帮助居民修理厝体。记者郭小桂林台北报道。嘉义阿里山走走队20当前开始就举办集体婚礼，是鼓励少年人爱结婚、爱生囝、爱组家庭。这嘛是阿里山将有特色的活动。去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那今年佫恢复举办，嘛希望会当推动阿里山的观光。配合传统的结婚仪式，来参加的新人大家拢真欢喜。阿里山走走20当来，逐当拢会举办鼓励结婚生囝的生命斗柜。去年因为疫情暂停，今年又开始举办。我是排湾族的，所以我也是刚了解我老婆的传统文化，这是很好的一个体验。觉得蛮特别的吧，因为没有想过自己的婚礼会是这样子，就是会去参加这个。生命斗柜过去逐当拢开放12对新人报名，去年因为疫情停办，所以去年名额保留落来。今年若参加的人数增加，规模嘛扩大。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原民会配合这个活动，甲旅游业者安排观光行程，希望带动部落观光。除了推展这样的一个部落旅游之外，我们也希望推展全国原住民所有的部落，我们配合岁时记忆的活动，把我们的原住民的特色文化还有产业能够推销出去。阿里山乡公所表示，这2当因为疫情的关系，山区的观光产业愈来愈稀微。生命斗柜是阿里山原住民主要的传统活动之一，希望透过人文甲产业的结合，替山区的观光带来改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西班牙。西班牙的小巨节虽本有动保人士的抗议，也毋过今年同款照常举办。门一个拍开，挂电笼啊，有真来加一阵牛，拍拼向外冲。头前真下街路等待人，听到叮叮咚咚的声，赶紧起脚走。西班牙北部城市潘普洛纳真出名的喷牛节，伫疫情停办2年后，今年恢复举办。虽然动保团体事先有提出抗议，不过也是挡袂掉为世界各地来民众的热情。因穿白衫白裤、白红暗巾，马走那滑头看，规过程真惊险佮刺激。First time, the heart still pumping, terrifying. 短短800公尺长的街路，因为真紧张，大部分2-3分钟内就走线。不过参加过的人终身难忘。Oh, it was unbelievable. We had a great guide who gave us some ideas how to expect it, but until you see the bulls coming, you can't understand how cool it is. It's the fastest 10 seconds and the best 10 seconds of my life. When the bulls came, they're in like lightning and out like lightning. I hit the ground, got back up, and kept running into the arena. 这项当中1礼拜活动，逐天拢有人伫过程中无细致跌倒，也是受伤，也是去互牛踏着。不过也是有人真介意做出大胆的行为。How close had you been from the bulls? Touch one. You have touched one? Touched one. That was the goal. 这项活动会引起议论，是因为喷牛活动结束了后，进入搭牛场的牛阵，到尾下场不是受伤，就是去互搭牛士毒死，互人认为是虐待动物的残忍行为。这1年来至少有16个人参加喷牛活动来死亡。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即马少年囡仔拢伫拍电脑，对拍字机已经无啥了解。也毋过英国有一个少年艺术家接触拍字机了后，创作大改变。灵感是直直来，伊用拍字机的符号拍出佫水佫感动人的作品。拍字机拍无停，一把面色正忧愁的查甫囡仔上无偌久就好啊。今年25岁英国少年艺术家库克，自细汉就爱画图，但讲传统的画图对伊来讲，一直拢有一种无法度突破的障碍。一直到伊接触拍字机创作了，开创伊另外一片艺术天地。So I never knew how to, I couldn't draw people's faces before doing typewriter art. In fact, I probably draw people better on a typewriter than I can draw freehand in sort of pen or pencil, just because I've done so many portraits. 受到美国已经过世的脑部麻痹的拍字机艺术家保罗·史密斯的启发，7年前，库克也开始用拍字机创作，互伊拍出一片事业。People are kind of confused to begin with because they think I'm writing a letter, but then they sort of draw closer, and yeah, normally a conversation kind of sparks from people seeing the drawings. For him to be able to turn it into
a work of art for painting and drawings. I think is just amazing. So it's fascinating what he does, and it's nice to see that the old is not dead yet. 一包A是寸少的人上，要开3-4天的时间。那较大北的风景画可能要1礼拜，用各种英文字母特定的符号完成一包作品。对顾客来讲，规个过程就敢若是伫咧拼图共款。只不过伫咧过程中是不准有任何的缩写。 You basically have about 44 keys on a typewriter on average, so you've got to kind of puzzle piece those letters, numbers, punctuation marks together to make a drawing. 经过几多年的创作，顾客已经完成100多幅的作品。互伊印象上深的是，有一位客户希望伊用拍字机画出伊过身的母亲，爱甲伊妈妈伫咧伊结婚时阵的讲过的日，拢出现伫咧图内面。顾客讲，只要有人抑阁对伊的作品有兴趣，伊就会继续的创作。到尾互大家拢认为已经互时代淘汰拍字机，拍出特别的艺术世界。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 受战衰影响，国际能源即嘛继续直起，真侪国家拢已经开始咧想办法应用。奥地利调查一做，已经关2档的小团电厂电开开。那波兰即嘛有民众惊即个寒天无能源，赶紧咧抾茶贴茶库，准备伫冬天来用。 52岁特罗奇马克伫因兜的后院炖真侪茶，这款茶的价值一立方公尺是15块波兰兹罗提，换算代票是100块，伊卖差不多10立方公尺。这款茶正重，不过伊讲正算会好。 Potem jakieś kilka miesięcy mamy spokój właśnie. Nie musimy się martwić o koszt węgla czy innych materiałów do grzania. 波兰管理森林的机构国家森林的资料，到6月底进前，森林区已经卖出37.7万立方公尺的茶，甲去年比增加30%。波兰一般家庭一个冬天爱用3度的煤炭，不过今年炭的价格比去年起3倍。政府当局讲，波兰国土的面积有30%是林地，国家的森林会当互一般的家庭满足所落来2个冬天的需求。 伫奥地利南部已经独的梅拉赫燃煤电厂，工作人员正伫咧为重启作业做准备。政府为着要应付最近俄罗斯减少天然气供应的危机，先将这间电厂传好，准备要发电。那一切顺利，4、5月内就当传好。Steinkohle ist hier sicher eine besondere Möglichkeit. Ich drücke es mal so aus. 为了要应对气候变迁，欧洲国家开始减少烧煤发电。奥地利由保守派甲立党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能源部表示，2030年所有的电力拢要来自可再生能源。奥地利总理内哈莫也坚持，只有伫咧万不得已的情形下，才互梅拉赫国发电。减碳排目标依然是优先。电厂方面目前的准备工作是重新连接所有的装备，开始请人，也会产有够的煤炭。电厂伫咧几期进前，煤炭的储存量只敢若45万吨。不过希望这寡拢是传雷弹袂用到。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